來看中年油品的油，佮強調養生的苦地油，防驗着有致癌的成分。台南市今仔是佮在公布稽查23件的產品，其中有3件苦地油無合格。另外，台糖伫5月發現向中年採購的粗油原料有問題，隨着退貨。台中市長羅秀燕是指出講，台糖油品的部門設佇台南，應該得愛主動通報。也毋過，事實上，台糖台南的部門是管理加油站甲汽柴油。台南市長黃偉哲早起就回應講，毋通甲汽油當作是假油。中年油脂事件，社會攏真關心食品佇監不的風險。講家己用心做真好的苦地油，嘛表示暗記錄。除了國內有8批苦地油，互人檢驗出超標。日前台南市衛生局大動作稽查抽查苦地油，烏麻油等23件，測試也公布有3件無合格。23件產品裡面有16件是苦茶油的產品，另外胡麻油跟芝麻油有7件哈。那在這個本田里送驗的結果，在昨天這個 SGS 的這個公司的報告呢，那其中苦茶油有3件，它是有本田里超標的一個狀況哈。除了苦地油，台糖高雄測了5月驗出中年油品有各樣，嘛縣市之間咧下體，台中市法制局質疑台糖發現油品問題，煞無通報台南市府，對此黃偉哲測試嘛前往台糖轟炸，強調台糖退回是特價原油品質食品，而且工廠咧高雄，原料源頭咧台中，業者依法根本無通報記錄。台中市政府告訴我們，告訴說這個。台南有中油這個台糖的油品事業部是在台南，所以台南應該去查，不要把汽油當食用油，汽油是不能喝的。高雄市咧7月初9就下令，但是和中年有關的產品，攏會使先退落來。高雄市政府呼籲調野停止講政治話，應該趕緊合作修補食安法的空隙。我們會盡我們所有的可能，把所有我們能夠收集到的任何茶廠的任何的資訊，跟在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釐清等這些相關的事證，那移送給台南市衛生局來做最後的一個判斷。接於通報證據，目前檢調單位已經遷入追查問題油品的源頭，地方和中央衛生單位嘛擴大咧抽檢，專力追查原料對倒位來，要替鄉親飲食安全嚴格把關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